想了知修行嘅方法，就必須學習一種圓滿無誤嘅教授，而咁樣嘅教授之王，就係我將要講嘅菩提道次第。因此，諸位務必發起咁樣嘅動機嚟聽法。我要認真地聽聞菩提道次第，然後將佢用於實修。無論我哋做咩事，最初嘅糾正動機係最要緊嘅。尤其對喺聽菩提道次第引導嘅時候，更唔能以為隨便用乜嘢動機都可以。最低嘅條件必須要由造作嘅菩提心攝持先得。而有菩提心體驗嘅人，只需簡單地回想一句短語，為利有情願成佛就可以啦。但係對初業嘅行人嚟講，單靠呢個係冇辦法讓我哋嘅心改變嘅。只有從暇滿、利大、難得開始依次憶念，先能夠令個心轉變，引出菩提心所緣相。不僅道次第係咁喎，我哋金丹山派喺傳任何灌頂、經教同埋引導之前，都要以一整套三士道次第嚟糾正動機。我嘅大寶上師時常教誡話，即係喺法院中，亦都包含住簡略但全面嘅三士道次第。但係我哋喺新舊格當派上嘅特別位置，所以喺呢座呢啲肩負弘揚聖教之責嘅各位，都必須要咁樣嚟學。然而有一個例外嘅係，喺傳長壽灌頂嘅時候，按照傳統，上師只講暇滿、利大、難得之類，而唔講無上。呢個係因為怕緣起嘅關要有錯誤嘅緣故。喺參加今次法會嘅人入邊，有啲係抱住我能夠嚟到聽法，呢個因緣真係太好啦，修就非我所能嘅想法嚟嘅。有啲人真係隨住大眾而嚟喎，心諗如果你哋去，咁我就去啦。但係從另一方面嚟講，由於今次講法同其他大灌頂等唔同，人哋至少唔會咁諗，我嚟求呢個法係為咗能夠做經懺。如果係大灌頂嘅話，有啲人可能就會有呢個諗法，求咗呢個法之後，我就能夠以念咒等獲得降魔嘅能力，以及熄滅病魔、招財壞攝等等。仲有啲人盡可能嚟多聽聞，將法視為買賣嘅資本喎，然後跑到去蒙古嘅地方兜售。呢啲都係呢假借佛法而造集嘅大罪，將佛所講嘅能成就解脫同一切智嘅方法用於現世嘅目的，就如同將國王喺寶座上請落嚟而叫佢打掃工作一樣。因此，如果各位覺得自己喺上面所講嘅唔好動機，咁就請你哋將佢棄掉啦。至少要好好咁樣生起造作嘅菩提心嚟聽。以上所講係有關如何糾正聽法動機嘅內容。而家我哋轉入正行嘅部分。關於所聽之法，首先要弄清楚以下幾點：一、所修嘅法必須係由大師佛陀所講嘅；其次，必須係經過諸位班智達解釋抉擇嘅；第三，必須係由嗰啲大成就者收集後喺相續中發生證悟嘅；
我哋應該修咁樣嘅法。至於其他佛冇講過嘅，任何智者成就者都唔知道嘅所謂甚深教授，再點樣修，其結果亦都只係能喺佛未曾得到嘅，或者係其他智者成就者根本成就唔到嘅。因此，我哋首先必須觀察所修之法，如薩迦班智達所講，事關馬寶等不大之買賣，問他善思量，於今生小事，常如此勤苦，諸生長久時，雖有賴正法，妙劣不觀察，遇法即信受，如久食不可。我哋喺做馬嘅買賣嘅時候，通常要做多次嘅調查研究，請教專家同埋詢問眾人嘅意見，或者係以扣茶真人為例，係總要反覆咁樣觀察茶葉嘅色澤、重量同埋形狀，要認真地研究茶葉係咪有俾水泡過嘅毛病，同埋詢問人哋嘅意見。而呢啲事即使上當，最壞嘅情況，其實亦都只不過係損失幾杯茶啫。人哋似乎成日對呢種暫時嘅小事做詳細嘅研究，佢對現實我哋今後諸生長遠目標嘅基礎所修嘅法唔做任何觀察，就好似狗食嘢咁樣啦，隨便遇到乜嘢就食乜嘢就覺得滿足。呢個實在係可怕嘅錯誤，絕對唔可以，因為法若有誤，勢必會導致今後諸生嘅長遠目標亦都會發生差錯。因此，我哋喺實修之前，必須對所修之法加以認真觀察。如果能夠咁樣觀察，就可以發現再冇比呢個菩提道次第更殊勝嘅法啦。密法嘅甚深，亦都依賴於道次第先得到體現。三主要道冇喺相續中生起嚟，我哋係冇辦法靠密宗道嘅一生中成佛嘅。以前我曾經聽過唔少淨相同埋伏藏法等被認為甚深嘅教授，亦都見過好多羯摩集等所謂稀有嘅密法，但係呢度裏面根本見唔到三主要道體驗法或者係體性特別嘅教授。呢個菩提道次第既唔係宗喀巴大師創造嘅，亦都唔係阿底峽尊者發明嘅，佢係由佛陀正等覺本人所傳落嚟嘅。一旦理解咗呢個教授，將認識到不論係經題入邊有冇道次第呢三個名，其實一切佛經都係道次第。例如一切佛經中最上最勝最妙嘅係大寶般若波羅蜜經。呢部經包含咗84000個法蘊一切關要，正式宣講嘅係甚深道次第，隱義宣說嘅係廣大道次第，其傳承嘅次第係廣大道次第由佛陀上首弟子彌勒傳於無著，甚深道次第係由文殊傳於龍猛，從而形成兩種唔同嘅道次第傳承。彌勒做五法，無著做五地，龍猛做六正理序等議論解釋道次第。以前深講道次第係分別傳承嘅。無著阿底峽尊者從金洲上師處聽受廣大道次第，從明道捐處聽受甚深道次第，而將嗰個教授合流嘅。不僅係咁，佢仲係由文殊傳承、寂天嘅廣大行傳承同埋密法傳承等顯密傳緣傳承嘅繼承者。阿底峽尊者喺藏地做出咗攝集聖教全關要嘅菩提道燈論，而家流行嘅道次第一名就係從嗰陣時起開始有嘅。從嗰陣時之後現行傳承雖已合流，但係因為講略嘅不同又分為噶當教典、道次第同教授三派。
後來呢，宗喀巴大師呢，喺洛澤大成就者同埋嗰個扎敦堪欽卻加桑波兩位上師前邊聽受依三派教授。從嗰陣時之後呢，呢三派又變成一個傳承啦。